民国66年开始，渔业署禁止拖网仔渔船伫离岸3海里内底作业。也毋过，动保团体是提出讲3海里外，因为拖网仔掠鱼，大只、细只拢总掠，嘛造成海洋的资源是愈来愈少。因呼吁渔业署应该全面禁止拖网仔。也毋过，渔业署是表示讲，这对渔民会有真大影响，所以爱个沟通。 动保团体为渔港买来的10鱼仔，全部拢是拖网掠到的，会当看到大、中、小，啥物鱼仔拢有。动保团体透过画面说明，拖网有链仔直接伫海床顶头扫过所有物件，海中生物是大小通吃，加速渔业资源的大桥。它其实真的很可怕，它会让整个海洋的生物多样性整个非常大的危害，真的很严重的违反食物伦理跟正义哦。动团指出，10鱼1公斤顶卖3块，真廉价。 所以海洋生态做代价，有学者研究拖网的鱼仔有409个物种，这么多，大约一半拢是未孵大汉的鱼仔甲虾仔金马。目前全台湾有1324只拖网，立委认为用油补贴政策，恐惊是帮助这种伤害性渔法。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，他们根本无法赖以为生，那它就是一个这个双输的产业啊，就是说它破坏了生态，他们事实上也赚不到钱。 渔业署表示，已经严禁拖网渔船伫离岸3海里内底来作业，50栋以上更加禁止22海里内底。但要全面禁止拖网，佫需要社会沟通。第一个要考虑到是渔民的生计，第二个就是在整个的保育部分，所以这两者之间要能够双赢。 政策才能够容易来推动。渔业署指出，10鱼的比例大约是占整体3成，但动社认为算伤低，恐惊是有5成到7成，所以甲立委共同呼吁，应该赶紧定出拖网退场政策甲辅导机制，分掠的比例上限，马上伫热天成长季节至少连续3个月禁止拖网，而且嘛要全面检讨用油补贴政策。记者林平丹从台北报道。